我帶大家嚟參觀嘅呢係中央廣播電台，佢係代表國家對全球對國際嚟發聲嘅電台。大家看看哦，中央廣播電台啊，除了有本國嘅語言，還有外國語言，包括歐洲嘅、東北亞嘅、南美洲嘅，都有。OK。今日帶大家嚟到中央廣播電台地下室嘅文史館，頭擺使用嘅錄音機啊，講埋係廣播嘅天二台啊，廣播嘅天二台啊，爸爸就使用按嚟嘅錄音機去採訪。都係我天二台呢，採訪我係用卡式錄音機，有重量嘅哦，尤其假設去高雄啊、屏東啊，按重嘅東西要帶入去。我係去過南半球摩里西斯，北半球就係東南亞嘅馬來西亞，就帶按嚟嘅錄音機。在反諷時代啊，主持人唔做得亂講話，就是啱。佢中央電台有通稿，就不管那種語言都有通稿，你就這人是啱，跟人愛就是啱。對我從細用國語讀書嘅人嚟講啊，哇，佢天方夜譚啊！所以我開始努力學客家話，我用我嚟學呢。我爸爸要求我每日兩篇嗰個報紙嘅社論，一集是讓佢清清楚楚啦。再來呢，每日講一篇古文，用客家話嚟讀古文咯。再來我用我嚟訓練我自己，想事情用客家話嚟想。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啊，你想事情係咪用客家話嚟想？係佢唔係嗬，跟我係就按嚟訓練嘅自己。當時廣播唔係按用電腦嘅，用盤帶機啊，導播出一個控制室。嗰時講唔假設吃螺絲，也用碼表嚟控制時間啊。5分鐘嘅節目1884，應該是5分鐘嘅節目，螺絲吃多了，嗰個碼表就掐不準了。叫一看哦，錄音之前有看過冇？所以緊張啊，數所以準咯。下邊係中央廣播電台，來自台灣嘅聲音。全球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。也感謝聽眾朋友，退休1年，還是不時來信啊，來關心我，問我身體狀況樣嘅啊，平常做到乜嘅事情啊，開始啲嘅感情啊，並冇因為我退休就停下來嘅，所以我十分樂意歡迎聽眾朋友來到台灣，絕對要同佢聯絡，我十分樂意。請個天主之言呀，本來有人服務嘅機會。